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拢是留好咧是，留好咧讲道，但是第一遍等来第二遍吼，等来到咱家己的教会，我会紧张，我嘛有压力，所以我昨暝写这篇我的讲道篇的是写啊3更半暝，啊今仔日透早来是我袂记咧摕，我来讲稿，我袂记咧，我再写等去摕。首先感谢牧师甲小会会通接纳阮基电会，我会通代表阮基电会，转来到咱的母会来请安报告。咱首先，咱做伙打头来祈祷。特别想让阮知，伫阮软正的时、大水泛滥的时，上帝一个作用；伫阮看无到阮的未来的时，阮知上帝一伫即个所在，一个阮的教会内底一个作用，要引带阮、保护阮、保守阮，直到永远。主求你恩典，看顾甲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基地，阮所讲的虽然有限，但是上帝你伫在每一个在座兄弟姊妹的心内来做你的圣工，互因会通拍开你的心门，明白上帝你要透过这个诗篇，要甲这个诗人，要甲上帝你的话语开贴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会通得到800的知识，800的教示，800的满足，甲阮基地，阮要开始大声献上阮的感谢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有时咱祈祷的时，哪像咧拍空气一样，无有啥物结果。特别是咱软正的时，咱有需要欠缺的时，咱咧祈祷，但是上帝无及时，互咱答案的时，搁较是安尼，互有人感觉会到咱的祈祷，哪像无啥物意义一样。但是大鼻王伫即个所在，特别甲咱讲一个足重要的启示，伊提醒咱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伫诗篇28篇的时，伊讲到耶和上帝是我的救盘，这是足重要的。你若无清楚上帝是我的救盘的时，咱祈祷袂落去。29篇的时，伊讲到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一个作王，耶和华一个作王直到永远，伊是稳当的，无可靠的，袂摇动的。咱啥物时候失去咱的信心的时，因为咱袂记哩上帝是救盘，是稳靠，是固定的，是会通信赖的时，啥物时候咱袂记哩咯？咱的信心就崩溃，咱的信心就失落的时，哪像要死的人一样。但愿咱每一遍祈祷的时，拢像大鼻王一样，提醒咱家己，咱的祈祷的对象是咱的救盘。在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坐咧伫迄个所在做王，好叫咱的信心无摇动。知影咱毋是对空火线，毋是咧对空讲话，毋是咧拍空气。诗篇29篇落在即个所在的时，是足妥当的。你若看28篇的时，大鼻王伫迄个所在，伊的囝儿伫迄个所在咧判别，伊的足侪遐个大官，伊的遐个高官贵族，拢画上伊的囝儿。伫迄个所在呼求上帝啊，我的救盘啊，求你拯救我。但伫即篇中间，伫29篇中间，上帝就伫即个所在大大发声咯。哪像上帝听到人的呼吁，上帝听到呼吁，就用伊的威严来发声。诗篇第一卷总共41篇。但是其中伫即个所在提到上帝的名、耶和华的名，总共18摆，是上侪摆的一摆，18摆讲到耶和华的声音是上帝困难降临的时，讲到7摆。所以久久长长，你就知影即个人，即个大鼻王伫即个所在，可见大鼻王知影耶和华用伊的荣耀能力伫迄个所在来拍雷。伊就是疼信徒的天父，他是爱他的百姓的天父。咱要行治水，伫迄个大的风影中间，
上帝真多人心内所倚靠的耶和华，一切的风影、狂风暴雨，拢伫上帝管理之下。诗人虽然有惊吓，但是犹原伫迄个所在唱起啥？唱起俄罗的诗歌。诗人伊若无毋捌迄个坐咧最王的耶和华，就会因为惊吓失去足一项的物件，可能会软弱，可能会背。理论应该是安尼，但是经验确实是安尼。理论我有看圣经，这是或许我老这句话是要对我家己讲。理论因为我圣经有当下看几啊摆，但是理论是安尼，但是你若无去经验的时，你就唔知影确实是安尼。诗篇29篇第1节、第2节的所在，大卫王甲应邀归乎全能的上帝。伊伫过来第3节到第9节，伊用迄个大自然开起头的时，伫迄个所在来启示上帝，启示伊家己，伊快乐甲平安祝福互伊的百姓。这首诗歌你若读起来时，你就知影。第1节，在荣耀之处归于上帝，伫地下平安喜乐归乎天，互伊所听的百姓。你若咧读这圣经的时，第1节、第2节、甲第11节、第10节、第11节，在至关的所在，应要归乎上帝，地上平安归守护互伊的百姓。从遐个所在是用足侪大自然的起起落落迄个来讲着上帝的快乐。诗篇的所在，第1节甲第2节，伊讲足清楚的。咱就爱阿罗上帝，就是将应该甲上帝所应该得到的荣耀归乎伊。阿罗毋是咱伫即个所在咧唱咧抒发咱的情感，嘛毋是爱人来美化上帝，毋是咱来甲甲上好的讲互上帝来美化上帝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上水的，无有比伊较水的。咱阿罗上帝毋是上帝无够水，需要咱来赞美他，乃是咱就爱来圣晓上帝的恩典。咱的阿罗是发自内心，咱对上帝的阿罗，毋是上帝无够水，我就爱来甲美化上帝，毋是，上帝就是上水。咱该甲上帝互咱的荣耀的恩典归乎上帝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咱每一礼拜来到教会时，上重要的是阿罗敬拜上帝。什么是阿罗敬拜上帝？敬拜表明是对上帝的一个尊重，所以主日礼拜是所有的人甲感谢甲阿罗献上互上帝。咱的教会内底有圣歌队，有双语诗班、青少年诗班，有迄个儿童诗班，但是上重要的。只有这个诗班了，咱上重要的是咱的会众，咱上重要、上大的诗班是咱的会众，敬拜阿罗上帝，毋是台下顶人的专利，是咱全体会员会友的权利，不是他们的权利、他们的专利，而是他们的权，是我们的权利，是咱的权利。咱将来咱要等于到天顶的时。要加入更大的诗班，所以咱就爱伫地上的所在，咱就爱训练，咱就爱甲伫上帝面头前要唱阿罗的诗歌，阿罗上帝。咱伫地上阿罗的时，将来伫天顶嘛是要阿罗上帝。这是上帝互咱上大的指示。有人问大音乐家海顿，怎样会用写出遐尼水阿罗的诗歌来？伊安怎回答？伊讲：我只不过甲心中对主来的平安喜乐，甲迄种情景甲翻译出来尔。当我耶稣基督的恩惠伫我的身上的时，心中充满喜乐，迄种喜乐平安的音符，迄种音乐，迄种乐器就自然伫我的鼻尖甲我的歌唱内底跳出来，
所以咱咧学了上帝，毋是咱拢爱讲啊富丽堂皇的话，甲上帝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的恩典，咱也献上互上帝。所以最重要的，耶稣基督的恩惠伫咱的身上的时，心中对主而来平安喜乐的情景，咱就要翻译出来，甲献出来，迄就是上帝上欢喜的。特别王提醒咱，上帝的话是有气力的。咱足个时候袂记哩，忽略了，甚至毋知影上帝的话是大有气力。上帝的话真正有气力吗？伊的话真正有威严吗？咱看这个投影片顶悬的是，伊讲到西北方第3到第9节的所在，西北风对北平、地中海、西北方、地中海的所在吹起来。夹着迄个乌云南下，一直行过。咱有时间对西门山、迄个黑门山、乌门四连的乌门山向南一直吹到旷野、沙漠的加底斯的所在，那像是上帝伫这个所在咧向伊全世界咧宣告伊的威严甲伊的大气力。迄个相片。右边的所在是黑门，黑门山啦吼，迄个过来迄个所在是以色列上悬的山，上帝的威严哪像大气力对西北边的所在，风伫一直吹，一直降，大自然的力量吹到上南边沙漠旷野的加底斯的所在，上帝哪像伫迄个所在。诗篇的作者那像咧讲到，上帝向全世界宣示伊的威严甲伊的大气力。过来，咱阁看下一张的投影片，迄个伊讲到啥开始的时，伊讲到这个上帝的恩典彰显在大水之上，这个所在足清楚的。迄个海水咧哗好的时，虽然有闪电，虽然这是河顶的恐怖，虽然惊吓，但是信徒犹原会通安心，因为迄个刮风者，刮起遐个风的人，毋是别人，乃是听咱的爸上帝。如果你若知影这个风、这个海涌哗好的时，刮起这个大风大雨的人，是咱听咱的上帝的时，咱还阁惊一罪。虽然是可怕，但是那人甲上帝好好，咱都毋免惊吓。世间人的震动虽然互人惊吓，但是听上帝的人毋免惊吓，因为上帝乃是伫一切之上来，伫迄个所在咧掌管。所以看到这个所在，咱阁惊是谁？上帝的话会通创造万物，会通毁灭一切，是啊。但是咱若看见一切所做的物的时，咱会记哩，这是因为上帝的话所有的嘛，互咱会通看见上帝的气力。咱阁继续看这章，这夜的所在，上帝的气力彰显在黎巴嫩。这个黎巴嫩，这个叫香柏树。我顶悬录的那个投影片顶悬那个香柏树，伫诗篇104篇16节的时，这是上帝所种的。香柏树是上帝所栽种的。伊用伫迄个以色列所在是上悬的树，会用长到20-30公尺。但是，这种树会通做啥？伫所罗门王会用做伫圣殿、做伫王宫内底，是足尊贵的，因为伊有香味的所在，会用做伫啥？埃及法老的迄个剑船顶悬，诚做伊的迄个落，嘛会用落伫啥？迄个罗马国王、罗马皇帝的伊的宝座、伊的座位顶悬，迄是足尊贵的。但是伫即个所在，伊讲到啥？耶和华的声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尽取黎巴嫩的香柏树。这个所在咧讲到啥？圣经将骄傲甲黎巴嫩的迄个香柏树连做伙的时，上帝
互人，互伊的话，互骄傲的人会通啥？立刻显出伊的软正无能力。平常时是不可一世的事，其实伫上帝面头前，伊是软正的，伊是欠缺的。咱也会通会记得上帝拒绝骄傲的人，我们一点仔都袂用骄傲，咱会通搁较谦卑伫上帝面头前。过来，上帝的规律伫第7节到第9节的所在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规律是彰显伫啥？伫这个旷野的所在。这个旷野，这个加底斯旷野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上帝因是足不陌生的，因为上帝伫旷野的所在，互以色列人看见伊的荣耀。因为上帝带领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，要到迦南地的时，会经过这个所在。上帝伫这个所在，上帝旷野的所在，互以色列人看见伊的荣耀，看见伊的云条甲火条，拢伫这个所在咧引带伊。上帝搁较伫这个旷野的所在，互以色列人听到伊的声音，互因会通得到伊的律法。上帝的话伫旷野起了足大的震动，互人惊吓。这个虽然这个旷野的所在，但是人生有足侪起起落落，有丰富，嘛有欠缺的时，是上帝的话，互人伫旷野般的衰弱中间悠然有快乐。有当时咱的生命，咱像伫旷野的所在，但是咱若经过这个加底斯的旷野的时，咱悠然啥是有愿望的，会通向前。哈巴谷先知哈巴谷的时，伊足困扰的。上帝咱要用遐个外邦人来惩罚以色列，伊足困扰的。但是伊最后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上帝甲伊讲话时，哈巴谷书第3章16节到19节的所在。伊得到上帝话了，哈巴谷就会通安稳奔走头前的道路。如果咱若像伫旷野的境遇内底的时，咱就爱转来到上帝的面头前，互上帝对你来讲话，互上帝的话来支持你、引带你，咱应该爱行的路。最后，我要用这个上帝的恩典。彰显伫咱的迄个危难当中，我这段洪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坐咧做王，耶和华坐咧做王，直到永远。这是上帝的规律，互咱伫咱的危险的中间，咱悠然有盼望。耶和华什么时坐咧做王？圣经内底讲到大水泛滥的时。耶和华坐咧做王，是大水泛滥的时，代表什么？咱泛滥、不安、压力、突变，足侪项的代志。目前的世界是洪水泛滥，到处充满了毁约、战争、斗争、冲突、大战争，足大啊！个足侪当代志，造成了足侪祸患，世界动局不安，人心不安的时。耶和华坐咧做王，尤其是我特别，因为我4礼拜前，我参印度的同事朋友啦，伫迄个所在，伊是阮的原料供应商。我敲电话参因伫咧视讯，因为阮的产品用因的原料，伫阮的客户的中间发生问题，所以我参因视讯。结果伊讲答应讲，我因的厂长讲答应讲，我1礼拜了后要甲1礼拜要几工内底要甲遐个。我要爱的资料寄互我，结果我等1礼拜外，要2礼拜，伊拢无寄互我，我就敲电话去印度，结果别人接的，伊的同事甲我讲，伊过身咯。哇！我讲伊过身咯，我2礼拜前才参你讲话，参你开会尔。你看印度的新冠状病毒，一天36万人、38万人、40万人，伫迄个所在发生。巴西的新冠状病毒。单突变就足严重啊！即摆变做双突变。英国的遐新冠状病毒，足侪项代志啊！阮公司伫桃园定，我今仔日我昨就接到6通的电话，恁公司有啥物人、有啥物人去行过遮的路径无？哇，压力足大的。所以伫我的生活中间，
需要耶和华坐咧做王。我只用4个题目：耶和华啥时坐咧做王？耶和华怎样坐咧做王？耶和华坐咧做王要到几时？到几时？耶和华坐咧做王对咱有啥物好处？耶和华坐咧做王是伫咱软正的时，若像洪水泛滥的时，像咱的信心拢崩溃了的时，咱需要真正耶和华坐咧做王。第二项，耶和华怎样做王？耶和华是天地创造者，伊无所不能，所讲有就有，命令就定。伊无所不知，伊知影咱的情况，伊同情咱，伊是无所不在。无论咱伫天边海角，伊一定参咱同在，帮助咱。就是这位耶和华坐咧做王，坐咧，啥物叫坐咧？坐咧就表明表明稳定，不焦虑。定定官兵，伊既然是天地主宰，大水泛滥的时，也袂通摇动伊的宝座，伊安稳坐咧。所以，当我咧读这段4篇29篇的时，对我来讲是足大的安慰。第三项，耶和华坐咧做王，要到几时呢？到几时呢？圣经甲咱讲，耶和华坐咧做王是要到永远，若有开始，就一定有结束。无论需要偌久的时间，咱伫咱世上看的，总有结束的日子。有结束就唔是叫做永远，永远是啥？无有终止，没有终止的。耶和华坐咧做王，直到永远。大水泛滥，虽然惊吓，但敌不过住在天地的主，永远抵袂着咱的耶和华，咱的上帝。耶和华坐咧做王，对咱有啥物好处？耶和华坐咧做王，对咱有啥物好处？圣经讲，耶和华要赐快乐，予伊的百姓；耶和华要赐平安的福，予伊的百姓。这是足重要的。咱要问，治罪赐力量，予咱的百姓；治罪要赐平安的福气，予伊的百姓。是耶和华，天地的主，咱的上帝，咱的主意。他必是，啥物叫必？必定的必，表明上帝是肯定的、无变的，伊是信实的，绝对袂通讲白贼的。伊必定实现伊的应允，这是上帝予咱的稳定。是赏赐的赐，表明力量甲平安的福是出自耶和华，伊是力量甲平安福气的根源，伊有力量甲平安的福气，所以伊就赐，伊就赏赐予咱。所以最重要的，最后我要甲咱分享，这种力量，予咱赢过这大水泛滥的时，平安的稳定是怎样？平安的稳定，予咱有2项的稳定。第一项是咱的身体无受伤害；第二项，予咱的心灵也唔惊，无有惊吓。这是福气，这是上帝予咱的稳定。最后，我都要用我所读的物件，来咱们做一个分享。我若特别领薪水的时，我最爱去买花。伫阮兜就定定就种，我顶悬用的是叫做迄个猪母奶，足普遍的一种花。我足爱种遮的花，一丛8块，我就买30丛。但是边仔这种花是根茎类植物。边仔的鹿狸最爱食的，这种鹿狸最爱食这的花。但是有当时啊，我就定定伫遐咧捡鹿狸，甲点掉。但是若鹿狸来的时，你看伊，我本来是拢买同款色的，我去花店内底拢买同款色，拢买红色的30丛。结果阮转来开咧，种咧到地的花时，你看卖咧花拢无同款色。你有感觉足奇怪无？我伫伫迄个花店买的花拢是红色的，但是转来阮兜种的花。种出来就奇奇怪怪，原来我到尾才知影是，迄只鹿狸要食的是第一丛的迄个猪母奶，伊会甲其他29丛讲，迄鹿狸要来甲恁食咯，恁爱注意，恁爱改变，所以伊就开始变色，变作奇奇怪怪的事。我本来是讲我伫阮的花园，阮的迄个墙叶边种这30丛。
树大就是美，但是结果开出来就奇奇怪怪的花，遐个花落去，但是鹿狸嘛是足聪明的。鹿狸唔能讲一只来食尔，我若无啊捡的是鹿狸，我若买30丛，伊就来60只的鹿狸，来食掉。奇怪咧，这是人海战术。人海战术伫《孙子兵法》的谋略篇才有的。鹿狸哪会知影用人海战术？我若买20丛的猪母奶，伊就来40只；我若买30丛，伊就来60只。有一摆。赶进啊，做的兄弟要去阮兜聚会，我今日去打甲鹿狸，全涂骹全鹿狸，所以我会伫遐一直捡，一工捡50几粒，一阴嘛捡59粒的鹿狸，哦，捡啊用要戆面呢。为什么会安尼？知影人海战术，耶和华这个作用伫咱大自然中间的诉说上帝恩典。这个布仔龟，这嘛是咱我无要讲迄个香柏树，我要讲这布仔龟。迄叫咱台湾的布仔龟，是咱的土生土长的布仔龟中迄只叫做瓢虫。伊有2个兄弟，一个黑瓢虫，一个黄瓢虫。伊最爱食这布仔龟，但是伊若咧食布仔龟的时，你会看，伊若开始食的时吼，这布仔龟会生气，它会非常生气，伊就放出啥费洛蒙，伫伊的血管内底放出费洛蒙。或这当布仔龟足歹食的，或这个瓢虫食袂落去。但是这个瓢虫足聪明的，你看伊的食法安怎食，拢啊切断，变做圆形的，送架伊的，送架这只瓢虫会安尼食的。你有看到上帝的恩典无？伫大自然中间咧诉说神的荣耀。这个瓢虫，这个布仔龟会受气，所以我就咧研究这布仔龟 before 跟 after 头前无好食的，甲有好食的。迄成分是无共款的，伊的抗药性是无共款的，因为你看我用3张图，迄3张图，伊咧食法拢是食圆的。迄咧讲啥？大自然咧讲到上帝大水泛滥的是上帝坐咧作用，上帝咧坐咧作用直到永远，足特别的。我要甲咱分享，当咱咧看咱的大自然时，欣赏上帝恩典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。我家己的分享，我家己的，像咱定定讲说上帝，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居往前长首位的时，但是上帝啊参与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，咱的一切都无共款。民国83年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伫迄个环亚饭店订一道的菜钱是1万多1万块钱，没有包括饮料钱。我迄阵同阮太太伫迄个所在精打细算，一块都12个人，一个人若包1200块的时，14000 just make 拄啊好，我算甲足清楚的。但是因为我的大学是读淡江大学，我的研究所伫台大迄边的所在读，我拢这2边拢有捌我的学弟，遐个学弟学妹我拢请因来，结果因来一个人包200块，一块都12个人包2400块。我面乌一边，但是我足紧张的。我简单来讲，看要安怎求上帝耶稣来参与咱的婚礼，来坐大到居王权、掌王权、居首位时，看上帝会变做啥物款，咱的结果会啥物款。我幸福无够钱，我叫阮妹妹赶紧去借钱，当场去借钱。咱教会有3个牧师，牧师娘6个人，啊，佫有兄弟姊妹参我的婚礼，我感谢。但是我真正皮皮错，因为我幸福无够钱，叫阮上细汉的妹妹赶紧去借钱，因为我无够付迄个啥餐饮的钱，因为5块多，拢是来白吃白喝的学弟学妹。当咱迄个时求上帝来参与咱的婚礼的时，会啥物款？上帝互迦纳的宴席，参与迦纳的宴席，互水变作酒。上帝来参与病房的婚礼的时，上帝包红包无？我唔知，咱大家来用你的信心来经验，上帝参与病房的婚礼的时，上帝包红包无？耶稣来参与咱的婚礼的时，会包红包互咱无？我真正无够钱，叫我妹妹去借钱的时，但是上帝来参与的时，一切都不一样。5块多，我超过60个，我的学弟学妹是白吃白喝，好。但是其他的人，我都共用14块多，还有其他7块多、8块多的时，
我包包的，我迄天所开销的是17万外，但是我的收入是18万外，最后我也14000块奉献给咱的教会。当上帝参与伫咱的所在生命中间的时，迄是无共款的，迄是恩典满满的。当上帝不会厚此薄彼，上帝袂疼迦纳，无疼平衡，上帝无会看重迄个，无轻视迄个，毋是上帝是疼世间人。当咱上帝要求求到上帝甲上帝的恩典，数算神的恩典，上帝进入咱的生命中间的时，一切都不一样。当咱啊行上上帝的恩典的时，但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这是我最后两年前，我来伫这所在咧分享信息的时，咱若徛伫这个所在，咱永远会通看到古迹。咱若永远徛伫这个所在，永远敢能看到古迹。但是军队上帝骹步的以上，可以看到神迹。我2年前来分享信息的时候，我留下这句话：如果我们站在原地，无震动的时，无活泼、无改变的时，咱敢用看古迹，这古迹久长了会朽坏。但是咱若军队上帝的旨意跟上神的旨意的时，我们可以看神迹，不是看古迹，而是要看神迹。不但可以看古迹，我们依然可以看神迹。最后我今日要用我第2段话来应该是牵条上帝的应允求恩典，唔是牵条恩典来求应允。上帝的应允伫倒落？伫圣经内底。所以咱的牧师一直推广，充满我足感谢，因为咱至少咱也知影圣经内底有足大上帝的应允。但是你若无牵条上帝应允的时，你要求恩典。你要安怎求？不要抓住神的恩典来求应许。恩典是爸爸妈妈疼你，那是白白得到的恩典。你不要耍赖，我就是要当比尔盖茨第2，我要当成王永庆第1，这个是废话，这是废话。上帝无应准，所以咱就要牵条上帝应允来求恩典，唔通牵条恩典来求应允。上帝上大的恩典是写伫的圣经，互咱对圣经开始，互咱会通重新得到快乐。不但咱爱读圣经，咱嘛爱甲圣经上大的信息甲别人讲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引带阮众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做敬拜，主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坐咧最王，耶和华坐咧最王，直到永远。主，你要甲平安赏赐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。虽然阮软正，阮欠缺，阮无够遐的所在，但是上帝，你要成做阮的帮助，成做阮的祝福。伫这个所在帮助阮众兄弟姊妹，我要算效上帝你的恩典，算效上帝你伫大自然中间赏赐互阮大大的快乐，大大的福气。伫这个所在，因带带领，甲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地。互阮伫这个所在出去，充满上帝你的恩典，充满上帝你的快乐。阮要个重新奔走天路，走也无野，行也无先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